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我要对第3节开始，头前这2节我要上尾，较来做一个解说，要为第3节，就是一身有百体，对这来开始讲，那照和本的讲法是，我们是有许多的肢体在同一个身体，结果若是百体公用，无拢相同虽然有最的机体，毋过他们的 function 功用是不一样的肢体不都有一样的益处的用处。所以，伊下面就鼓励，咱正兄弟姊妹伫一个信仰的群体内面，也是讲伫较大，大公教会、共同的教会内面，较大的范围来看，咱对上帝的文字、对圣贤的文字是无共款的，得到的稳定无共款。所以下面伊做一寡比喻，伊讲有说预言的，有服侍的，做技术的，有教师的，有抗命的，有救助的，有地理的，黎明人的。伊讲功用无拢相同，不都有一样的用处。伊就一项一项讲咧，说预言的要按着对上帝的恩典来的信心的程度来说预言。搁像这咱已经讲过，咱伫别个所在讲过，所谓的说预言，就是咧讲上帝的话的意思讲上帝的话，离咱即马愈远，愈是旧约的时代，迄个文字就愈上帝的话，真做文字就愈少。所以伫信仰群体内面，咱来想象旧约的时代，无法度像咱即马，逐个人有一本上帝的话通看，对无？所以迄个时阵说预言，先知说预言的件最重要的代志，讲上帝的话，得照着对上帝、对圣神来的信心，来讲上帝的话。才讲做执事，咱的台语翻得最准的伊讲办代志的人，就是服侍啦就爱第一的服侍，伫即事。其实这个第一的，就当专一，迄是翻译圣经人给出来原文的意思介简单，伊讲你是服侍的，就要服侍。你若是教导的，其实就是爱教导。那你咧教导，你咧服侍，拢是照迄个上帝所予你的恩典。伊一开始就是安尼讲。你若劝勉的，就劝勉。头前这几项其实伊讲出无共款的代志。咱伫基督内面无共款的肢体，咱是啥物款的文字，咱就做啥物款的代志。毋过后面保罗除了共款即款的强调以外，阁有提醒其他的代志，就是你若要周济，爱实心，要诚实，地理的爱温群，里面人的来欢喜，和本翻成要甘心，要乐意伊毋是讲你要周济就周济，你要地理就地理，里面人就里面人，甲头前的讲法无共款。他这里又讲出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是安怎头前无写呢？这三个特别，大家讲要如何做昨天伫教会我搁咧准备我的代志的时阵，忽然间有一个人来甲我弄问无熟悉，一个少年人一个面安尼做凝重的伊甲我讲，
我头讲3届我拢听袂清楚，伊讲啥？伊讲这些啥的吼。到第4次我听懂了，伊讲伊有钱通互伊去买饭通食无吼？啊，我听了4次才听出来，因为他有点不好意思啊。那我心里在想说，好，那无我带你来买好啊，哦，因为我不太想给他钱哦，因为你互伊钱，你也唔知伊创啥哦。我讲好来，我陪你来楼骹吼，咱来买一个便当吼。我咧想讲，我意思是讲，会当行路的中间，阁会当甲伊讲话着，吼，熟悉一下。无拍算，我行到1楼，我坐电梯到1楼，走出门口，我行头前，我发现讲伊无对过来，哦，结果我就停下来回头看，还有另外一个，阁有一个吼，就变2个，吼，咧参详代志吼，然后参详了才跟过来，我等于讲哦，还有一个朋友吗？哦，他点头，2个拢无爱讲话哦，这2讲话吼拢无爱讲话，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有一点怕怕的吼，2个都很壮，是不是？走到一半要给我打劫啊？是安那吼？然后我就走在前面，无因拢无爱甲我行较近的，拢行远远啊吼。我若行较正边，伊就行较正边；行较倒边就行较倒边。意思是讲无甲我走2边，都是走正后方啦吼。正后方我就一直回头看，一直看因是要创啥吼。一路甲问讲恁住对？无声吼。恁咧创啥？无声，拢无爱回答我，拢无爱插我吼。一直行，一直行吼。我想说，好吧，那就赶快走去买便当好了吼。结果去较知影讲11点尔，便当还没做好啦。便当已经烤鸭那些店那些便当还没有做好。三个拢徛伫遐，唔知要创啥。我心里想说，那还给他们钱吗？对吼。我走过 Burger King， 居然没有去 Burger King， 我为什么想要买便当？嘴讲便当的脑袋就硬硬的，只想到要便当吼。Burger King 较贵呢？没吼，不会哦，它有特价。好，忽然间我就想讲好啊，我就把钱先交代给迄个店家，甲注文讲2个那个鸡腿便当。然后我就跟他说等下他提我这2位先生，然后我想要跟这2个人讲话，也讲不上话，我只好就走回来了我在想我用施舍的要诚实，怜悯的要欢喜其实我心里面充满什么？疑惑，而且会有一点害怕。因为那时候这是昨中昼的代志昨下晡，伫咱八里区八里区有一个活动我是会计，会计活动在领钱对无？我心上有5000块大洋身上有5000块，忽然间觉得有点危险就是讲有时候我们要对人较好，其实嘛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对无？会觉得要防备会觉得要好像怕损失过大其实看到经文的提醒爱心要诚实爱欢喜爱甘愿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学习的代志他做很好的提醒地利爱温困地利的人拢是有官柄的人他是掌握一些资源，也当处理一些资源，他需要有一些权利一定的提醒爱温困，要殷勤，要勤劳把咱的焦点从那个权力的大小转移就是把这个代志该第甲做好势不过重点，我今日要讲的重点，也阁唔是这这里只是保罗伊咧举例举例。一件句咧，重点伊是要讲啥物货？伊是要讲即句，伊是要讲毋是拢有共款的功用，所以讲咱是伫基督内面互相，这个是和合本写的，互相联络做肢体，看得懂和合本的意思吗？什么叫做互相联络做肢体？看无啦。
看台语的，大概三工做体什么意思？好像有清楚一点对不？其实如果照希腊文，伊家己本身的意思是很简单。希腊文的写法就是写这彼此肢体，好，这个句型这个语法跟彼此相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相爱换做啥货？肢体，就是讲咱彼此成做肢体。你是我的肢体，我是你的肢体，不是什么？不是咱中间有一个人做主体，其他的人是伊的肢体。保罗要讲，唔是安尼，是咱互为肢体。好，不是谁比较重要，咱平平重要。好，你是我的肢体，我也是你的肢体，无看家己比别人较重要。好，这是保罗要讲的一个最重要的所在。好，咱伫这个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咱拢是肢体，拢是肢体，无人无一个比另外一个更较重要。好，这个保罗不只在讲重要性。好，因为保罗所举的例是这人做的代志是无共款，照所想对上帝来稳定，因所做的代志是无共款，所以我对保罗伊的描写，我要举三个重点，咱所以来思考一下，就是咱若是一个伫基督内面的无共款的肢体，咱得爱尊重，也是欣赏迄个差异性。因为无共款嘛，要做一个抗命的人，要做一个好的劝勉者的标准，甲要做一个好的技术办代志的人的标准，敢会共款？袂，好，就是讲他们的特质，他们要做的能力，也是要表现的方向，拢无共款。所以，伫无共款的时阵，咱要安怎互相来尊重？甚至是欣赏迄个差异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好，我用肢体为例啦，莫讲伤远的肢体，手，咱有几支手？大家佫算一下，咱有2支手，正手甲倒手，对无？好，平平是手，在做一件动作的时阵，因的功用敢会共款？我举一个例啦，好，你要打保龄球，我是正手的，摕保龄球16磅，要甲牵出去，正手爱出来无？哎呀，倒手爱出来无？唔免，倒手要创你看四安直视盖前侧定趴吼，好，倒手你就看卖倒手伫遐囥遮，伊要创啥？伊要平衡，伊要安怎？伊要出力，再搁准，搁出力，这支手是要保持你这个动作，我的动作来平衡。因为咧做同款代志无？即阵的正手会当去要求讲倒手较出力咧，你拢无咧出力，会使袂？好，是倒手咧要求正手讲你拢无咧平衡。我要讲的例是平平是手哦，莫讲手甲骹好啊，是平平是手，就是安尼啊，是毋是？好，若骹咧，会晓拍高尔夫球袂？好，我伫美国时阵吼，咧学高尔夫球，无钱找教练，干那就是找网路尔。吼，伫网路顶嘛学高尔夫球，找着网路顶管的教练是日本的哦，日本迄部的。即马若挥杆出去哦，你的倒脚会当动袂？袂呢，你的脚掌是不能移动的。若架脚咧，挥杆以后，架脚就要翘起来，对无？日本人做古模的，伊讲你的右脚翘起来以后，你的鞋子不可以有纹路。你知道什么意思不？
就是你的右脚尖着地要若即若离。你若打卡扩出来的时阵，你的鞋子就会有什么？就会有线跑出来。啊，你若打无出到伤轻，你徛袂在，重心移到左脚，即阵倒骹正骹有咧做同款代志无？无呢。搁兄弟，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咱基督徒，咱兄弟姊妹伫同一个身躯内面，咱真正大家去学习尊重、欣赏咱无同款的所在。搁兄弟，我安尼讲时阵，咱心内想看觅啊，有容易无？有容易无啦？无啦。咱常常拢会想讲，啊，即件代志着安尼做就好啊，你是安尼啦，你较受影免去啦。我说今年我当2个会计，一个是咱七星中会的牧传会牧师传道会的会计，一个是咱七星中会的北2区的会计，真正是夭寿。好，然后管钱我已经很不会了，还要做账，做账是一件灾难哈。干嘛要接啊？各位兄弟，我喜欢爱食，因为我对我自细汉到大汉，食到遐老吼，我伫教会服侍，毋捌接过团会计。我因过咧做团队书的时阵，因派我做嘛，毋是做会计，拢是做文书，做啥物货，毋捌，就是毋捌做会计啊。啊，即个毋该忽然间呐，两个单位较资深的牧师。都指定我说，无担无书，你来做会计哦，也不好推辞。阿姆哥心里也在想一件事情：我做会计下去，我才能体会得出来，平常时咱同工内面做会计的兄弟，伊的痛苦甲伊的辛苦，是毋是？吼，咱真正无容易去尊重，也是欣赏。甲咱无共款的人，第二件，既然咱爱尊重、欣赏甲咱无共款的人，会当做的代志，就是慎于较谨慎的，以家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本来是要写不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写觉得不以好像太全面了，那我就改成说少以，较少的，咱较少用家己的标准要求别人，是不是呢？怪怪，好慎以。当咱要用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的时阵，咱家己加一定的思考。因为咱咧做这件代志的方法，也是咱的积分，甲别人是无共款的。咱毋通用咱的想法、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第3点，我认为更较重要的就是啥物货？咱的无共款是有一个目的的。上帝和咱众人无共款，和咱众兄弟姊妹无共款，有一个目的是让我们互相帮补的，是让我们彼此去支持的，去支援，截长补短。迄个不一样，不是存在底下，互人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是有目的的。有的人，各位兄弟，伫咱的教会内面，有的人是较急的人，有的人是较沉稳的人。这个就是不一样，较心急、较热情的人，甲迄个较沉稳、看起来较冷淡的人的同工，就会有摩擦，对不？就会有冲突。毋过就是伫即款的无共款，要互即个群体搁较多元、搁较圆满、搁较水。所以，若照我讲这3点来看。咱的无共款的文字的服侍的时阵，咱心内就要知影，重点毋是某一个肢体就爱表现偌水偌好，重点嘛毋是某一个肢体伫表现的时阵较暗淡，较无互看到，这拢毋是重点，重点是迄个整个身体、规个身躯的和谐，
这个和谐就在于像哈多我讲的，正手的16磅的保龄球，左手在那边平衡，你会觉得重点会在右手，对不？可是没有左手的平衡，你正手是牵不出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里面看起来是正手较重要，比较亮丽，左手比较暗淡。可是这个造就了全身体的和谐。看这讲理论真正是无啥物困难讲，是不是？不过若真实伫咱的生活，真实伫咱兄弟姊妹彼此相听，要彼此过生活的时阵，这是最困难来实践的。伫这个时阵，我要借这个机会，伫遮甲咱正兄弟姊妹通会师咧，因为这段时间讲这段吼，这段嘛介久啊，应该有1-2冬去啊。这段时间，我互侪咱的兄弟，心艰苦，无论是我讲的，我的教示对，还是毋对，有道理还是无道理，重点我毋是要讲这，重点是要讲我的坚持，甲我的所讲的，的确有互咱教会咱的兄弟心艰苦。咱知咱的兄弟拢是较温顺。心艰苦就家己艰苦，也无讲出来。若是较热情的、较性情中人，就会甲我起冲突。我要强调一下，无论咱的立场、想法对还是毋对，我毋对的所在是我互咱的兄弟心艰苦，就为着即件，我伫即时、伫即阵。要甲我的兄弟来会师咧，这是我毋对的所在，这是我也无做到我家己所教示的所在。尤其是洪长老，洪长老是咱内面较性情中人，我递到我有时我时阵递到伊的心艰苦，伫即个时阵我真正爱会师咧。这是我毋对的所在。我都讲，重点是伫规个身躯的和谐。无论是毋是有的肢体较亮丽，还是较暗淡，做咧较突出，还是较被忽略，这拢毋是重点。重点是咱的行做，咱的存在。是要互规个身躯和谐起来。我都讲，这个理论介简单，毋过要安怎做？较有可能，我会去尊重、欣赏一个甲我无共款，无论是想法、立场，甲做的方法无共款的人。上帝是安怎要甲咱遮遐尼无共款，藏做伙，互咱做伙同工？即阵咱来转来12章的1、2节，这是保罗的教示的核心吼。从12章一开始的核心，伊一开始讲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令，劝你们，劝什么？和合本是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是圣洁，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样的翻译是不对的，是不好的啦，因为你若照希腊文本来的写法，是咱的汉字本台语翻的比较准。台语是翻成肯定献家己的身躯最贼。好，你们的身体，你们是祭物。那这个祭物有3个重点形容这个祭物。这个祭物是什么？
是活的，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就是你这个献，你的身躯献做祭，有三个重点：是我的，是献给的，是上帝所欢喜的。和本翻成说当作活祭，他把其中的一个跑来前面，然后后面两个变成是形容哦。其实这样子的语法是不对的。可是语法不对有什么差别？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强调它是活的？因为这款的强调是无道理的。以色列人要献的祭，拢一定是我的，一定是牵到这段头前啊那。祭司清心啊呐，抬，敢会当长抬好势编起来，啊，今日总摕来这头讲祭司我退兵了，哈，把我献给上帝，唔是，迄拢是我的，要现宰的。啊，那是安尼为什么需要强调这个祭是活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祭物是死的，那没有任何一个祭物是死的，就不用强调它是活的，信不信？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强调，这个我甲后面第二节是有关系。好，等一下去那边就知道它的关系是什么哈。一共另这款，这是和合本，你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哈。这个是在希腊文里面最不好的翻译。你若看咱的台语是讲，这是令心灵的服侍。这是你们神灵的服饰，阿那叫那个希腊文的讲法是这个意思才对哈。这是你们属灵的服饰，你看得出来，他把侍奉，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有点反过来哈。然后理所当然是 reasonable， 他把它当作是属灵的，这里绝对看不出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原来你们是属灵的侍奉这一句话，买当翻译加罪，这是你们悟性的敬拜，好，就是讲侍奉、属奉、服侍，甲敬拜竟然是同一个两个意思，好，这个在汉字、在中文是比较难理解，可是，在英文也是保留这个传统。咱来讲，英文的礼拜按怎讲 ？English， service 对吧？好 ，service。啊，另外讲法嘛是，就是 English worship， 敬拜、礼拜对吧？啊，讲 English service， 迄个 service 是什么意思 ？service 就是服侍啊，就是服侍嘛。好，就是讲，各位兄弟，你的敬拜就是一款服侍。咱来了解，我们敬拜上帝是一款的侍奉，是一种服侍。你若用这款的思考的时阵，你就知影，你的敬拜上帝这件活动、这个动作，包括服侍人、服侍上帝。好，不是在里面享受而已，你是在里面服侍。你的敬拜是一种服侍，唔是遐尼看重家己伫内面，哇，唱圣诗真好听啊，哇，讲道真好困，哇，安尼伫内面享受安尼，吼，唔是，咱的敬拜是一个上帝对上帝的服侍，好，那这是第一个解决，为什么又是侍奉又是敬拜？第二个解决的是，为什么是理性的？跑去属灵的，现在照他们现代的看法，哪一种基督徒看起来比较属灵？是那个很理性的基督徒比较属灵，还是很感性的基督徒比较属灵？想一下，我们感觉起来，咱今麦时代哪一种基督徒比较属灵？就是那种很理性的。他属灵，还是哇很感性的基督徒比较属灵，感性的对吧？好，我们会觉得，在咱这个时代，也觉得比较感性、比较放得开、比较感性的基督徒是比较属灵的。我不能说不对了，恰恰好在保罗在亚述迄个时代，是悟性等于属灵啊。
理性等于是亲近上帝的。好，你悟性理性，反而才是属灵的，所以他才会这样写。那这个悟性理性之疑也当翻译成理所当然。好，所以和本的翻译没有错，可是最不好，我认为它是最不好的翻译。如果翻译的话，应该是这是令心灵的舒放，还是这是你理性的见白？这两个都是比较较是保罗的意思。好，今麦来特别解说迄个是安怎，这个祭物是活的，是这么重要的。保罗讲，你们不要什么，不要效法什么这个世界。好。和本在罗马书12章真的都翻得不好哈，咱来台语是安怎讲？无的甲这个世间安那